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1月19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新闻头家先来关心到南韩的总统尹锡悦，去年底宣布戒严，涉嫌着叛乱罪，伫咧今年1月19正做南韩头一位被逮捕的现任总统。伫咧今仔日法院是裁定，甲尹锡悦收押，也是韩国历史上的头一个。 属有司法部的蓝色厢仔车载为拘留所出来的韩国总统尹锡悦前往首尔西部地方法院，创下现任总统出席羁押庭的头一个。 증거관계, 법리문제에 대해서 성실하게 설명하고 답변을 하셨습니다. 오늘은 뭐 그거 이상 말씀드릴 게 없고. 准讲尹锡悦的律师反对调查人员申请羁押，经过将近5点钟今日透早，法院以牵涉到叛乱罪甲滥用职权的理由，裁定羁押尹锡悦，将为韩国历史上头一个获法院批准逮捕的现任总统。 尹锡悦的支持者突破警方的定人墙，想要走入去法院抗议。外口更有保守派的示威民众集合，伫遐让南韩甲美国的国旗。为日社甲暗社对立期间，至少有16个支持者互人逮捕。 절차에 따르면서 수대를 받고 계신 대통령님을 응원을 하고 그리고 법에 어긋나지 않게 판결이 나왔으면 좋겠습니다. 尹锡悦是因为12月初3强行发布点名的戒严令，予国会弹劾，15将为头一位任内互人逮捕的总统。暗国持续行使韩灭权拒绝审问，调查人员扫地17申请羁押，要求把拘留期限为48点钟延长到20天。法官认为尹锡悦有毁灭证据的可能，所以决定裁定羁押。 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今仔日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自由时报。有一个已经被抓到6间酒后驾驶的女犯，去年8月又搁食酒了后骑奥多摆，法官除了甲伊加重判刑8个月，也为着防止伊搁再犯，所以宣告将伊的犯罪工具，也就是伊的奥多摆，甲没收起来。再来看联合报。 立法院要抬公司的预算引起风波，今麦针对着公司新的党干事遴选，调野阁要对答。国民党是批评民进党推荐的委员，拢是因政党立场的人；因为民进党是批评国民党推荐的委员立场歪中国。另外是中国时报。 教育部统计，2023年学生自伤行底路的校安通报的人数有15000多人次，甚至也包含着8间幼儿园的囡仔自我伤害通报。甲2019年4000多人比起来，通报的人数是大大增加。再来关心到今年大学学测伫咧昨是头一天进行先科数学 A 甲自然科。 高中的老师就分析讲，今年数学 A 比去年是加较难，顶挑、前挑的分数可能会降低。因为自然科是看恁翕的题目，就爱斟酌看，才会知影答案。 大学学测第一天9点2万一考生选考的数学 A 上台先举行，拢总20题。有考生讲，一个开始单选题都卡掉的。选择题比手写还有填充难一点。你觉得比混合题还难？对啊，我自己是用别的解法，所以我觉得的确第2题会比第3题难一点。 台北市高中数学科教师群指出，今年数学 A 也是每一个大题由简单到困难，不过若是困难的时伤久，就会影响后边作答。而且今年需要理解数学观念较侪，袂少题目爱甲题目讲的画做图表，增加破题的难度。在平常在学习的过程中，不熟悉自己把题目转成图形化的时候，这份考卷对他来讲难易度就提升不少。 高中老师认为数学 A 比去年较困难，定标也是竞标积分可能降低。第2节考自然拢总共7题，全教会自然科评论教师群表示出题用心。4月初3大题当，空瑞风台等时事入题，看考题袂少，较注重素养。整体来讲有较困难，伊个分数可能会比去年降低。 就现在高1、高2的学生，真的鼓励你们学习不要偏食。有些题目不要太排斥，说它是属于物理或是化学或生活地科，该学的该去把它给理解的，就努力去试试看吧。
大考中心表示，学测头一天无传出重大违规，无查有效证件的违规上侪。啊，毋过特别提起数学 A 时阵有2个考生考试的过程有查手机而且伫使用，按照规定会当加重扣分，也是无算分。另外，伫数学 A 甲自然分别有9件甲8件突发伤病，启动备用考试场来考试。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因为冷空气减弱，昨开始各地温度就有明显回升。不过到明仔载开始，东北季风特别搁变强，会要变冷。气象专家也提醒讲，伫咧过年进前，可能会有今年头一波寒流报道。预估1月27、28会上寒，若要大摒扫、要出门，就要会记得爱穿护袖。日头出来，温度回升，拜六北中南各地高温拢转来到20度左右，感受真舒适。不过礼拜开始，各地水汽分量拢增加，嘉南北海岸有可能有局部性大雨。拜开始东北季风增强，北部、东北部的天气会搁转凉。后礼拜下半期是水汽会渐渐增加。周1、周2天气相对的是比较稳定一些哦，除了气温会有一些变化之外，那周3跟周4、周5水汽是会有一些逐渐增多的情况。所以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可能外出要适时带个雨具备用。农历年连续假期要到啊，气象专家提醒，目前欧洲模式显示，过年前有一波超强的冷气团落南，有机会成为今年第一波寒流，为小年夜开始影响台湾的天气，先湿冷后大冷。中部以北、东北部有机会都在10度C以下，那至于南部的话，就在10度上下左右。在1月28号之后，还会再加上辐射冷却的效应。那这些降温的部分还会比原来预期的温度再下降个1到3度。专家提醒，这波冷空气的强度真强，影响时间搁长。为小年夜前一天开始，温度就向降低，一直到正月初1日了后，温度才会慢慢回升。提醒民众，过年前大摒扫甲过年安排出外佚佗，拢要预先做好防寒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疾管署表示讲，这流感的疫情可能伫咧过年期间会达到高峰。病院初1到初3拢会开传染病特别门诊，比过去几档嘛拢搁较侪。医师也呼吁讲，伫咧即马各种的病毒是拢也搁咧传，所以民众会当透过注意方式来提升保护力。注射站前，民众只要顺序排队量体温了后，经过评估就会当注流感疫苗。春节进前，台北市政府伫捷运站、社区甲商场周边加设18位注射站。最近流感疫情升温，真侪民众拢有警觉。这一阵子本来就是周围的同事就是好像得流感都比较多，所以趁周末来打一下。这段期间我想要出国，然后看到日本那边好像流感还蛮严重的，所以就想说先来接种疫苗这样。疾管署统计，顶礼拜类流感门急诊就医差不多139000多人，是最近10个流感季假期上悬的。目前咱国流感疫情持续升悬，已经进入流行期，可能伫春节达到高峰。医师指出，当季气温低，而且日照较少，病毒正活跳。那流感各种呼吸道病毒最近嘛正流行。感冒症状的人数是在上升的。那在冬天呢，因为气温骤降，然后环境温度比较低，同时呢，那阳光它的量也没这么多的时候那病毒在环境中存活的时间就会变长，这个是造成说人们比较容易感染的原因了。春节下南来北往，新冠疫情也有可能会升悬。医师提醒，民众若是还未注流感加新冠疫苗，拢会当赶紧前往注射。因应最近呼吸道疫情升温，疾管署嘛将列责任病院伫春节期间加开特别门诊。目前配合开设的病院累计有157间，会开出1230诊次。民众若是有需要，会当上网络查询。记者综合报道。回答的执行长黄金芬昨是请真济供应链的高层接班，包含着台积电董事长魏德嘉、鸿海集团的董事长刘永伟，也有广达董事长林碧丽等等。黄金芬也讲要以 AI 来做基础，打造新的电脑产业。专家的分析讲，包括美国 Intel 拢来到台湾找厂商合作。黄金芬希望除了甲台湾的 AI 供应链厂商甲稳固互调，嘛要搁增加产能。
基金会民众签名佮斗阵翕相，回答执行长黄英芬到台湾，到倒位拢庆元讲18钟头，以请恭喜年庆昌国餐食饭，包含台积电董事长郭铁家、鸿海集团董事长欧荣辉、广达董事长林德利、华侨董事长施宗腾等企业高层拢来参加。伊就去进前，佮笑批表示，家己巴肚枵咯。我巴肚枵，今仔未食的。你食鸡排无？一定会食，一定会食鸡排。甲大家原来食原来开讲，前一日黄英芬就讲到，甲台积电已经展开设公司研究合作，即摆食中道也继续甲为铁家密切交流。佮讲到电脑工业发展60年，即摆加入 AI 做基础，要打造新的电脑产业。The computer industry, as you know, has been evolving and growing for 60 years, and now we're starting over again with a new way of doing computing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GPUs. 专家分析包含美国超微、Intel 加4大云端服务中心 CSP 业者拢来台湾找厂商合作。黄英芬即摆来台湾，其中一个重要进步就是要构成台湾 AI 供应链厂商。主要是要固装，那么整体的在台湾的一个 AI 相关的一个供应链，也因应这个未来 AI 需求的持续的加大，那么也希望台厂能够尽速的再扩大它的一个产能。招备亲情会回答唔那带动国内厂商业绩，也牵动台湾科技发展。不过，议员爱观察川普新政府是不是延续拜登政府，加强管制 AI 晶片全球流动的新措施。台湾科技业未来安怎发展，议员有变数。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杜英泰上任了后，头一天去到金门，来肯定咱的海巡队一当应对54间中国海警船的侵扰。也针对着这总医生的争议，杜英泰嘛亲身向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来讲，台检医生是袂当太安全，袂当兼尊严。上任了后，头一届去金门时道，行政院长杜英泰伫海委会主委管佩玲的陪伴，18钦勉金门海巡队一年出动175架次的舰艇，应对54间中国海警船侵扰。杜英泰讲，金门是民主甲极权的第一线，海巡设备、人力训练拢需要经费支持。不过，立法院17针对114年度总预算案，通案删减939亿。杜英泰当面向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发声，袂当删安全，袂使减尊严。有一些部分昨天已经表决通过了，那是不是还能够及时的回升呢？我是不知道，但未来一定让我们的整个国家的执行造成很大的困难。那我也谢谢曾委员，我倒是比较喜欢在这里遇到他，比在立法院交谈多了。过去的这一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是2.7兆，今年事实上增加了4300亿，那就算立法院删减1100亿哦，事实上也还是增加3000多亿。对南北甲首长特别费删减60%，杜英泰讲，首长特别费毋是采徛钱，是用来做年节甲特别勤务，也是有表现机构的加菜金。坦白讲，无立法院的支持，行政院会寸步难行。毋过在野党无认同，颠倒考西赖政府，还佫2条9000亿的预算，连做无法度做代志都落台。台湾人的纳税钱给了我们2兆9000亿，我们还是觉得我们无法执政。那就请你下台换人做。唯有这2天能够尽可能让蓝白的黑箱预算提案能够尽可能的透明公开，让人民来发声反制。针对南北联合三度媒体宣传费60%，包括交通部编列1亿360万6千块，全部删除。交通部长陈世凯亲像回线说明，讲删除预算会影响道安改善。对于台湾的人本交通的建立跟未来行人的安全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另外，昨夜提案冻结江南预算18亿，嘛佫提案冻结国防部业务费70%，差不多1781亿，也加装备零附件预算76亿。国防部表示，会削减国军应对强军侵扰的应处能力。那么，国军只有在全民以及国会的支持之下，有效的运用稳定成长的财源，才能够达成建军备战的一个目标。国务会马龙发声明，讲删减预算不利业务推动，目前也有剩差不多800万的预算提案，会伫后礼拜1甲拜2 2天展开长时间的表决战，并20日会期结束前3读通过总预算。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传承咱的母语，即马是有愈来愈侪台语家庭。伫咧新北邦桥，就有台语共学团已经成立第5档，有几10个台语家庭，逐个月拢会聚会，那互遮的台语家庭的囡仔会当教囡仔伴，嘛互家长会当互相来交流。
家己欢喜，我伫海嘛欢喜，我伫任何所在拢嘛真欢喜欢喜。大人伫台顶带囡仔斗阵唱台语囡仔歌。来线，这还佫有迄个点播。现场也用台语带囡仔甲纸凹做纸炮，这是母语团体举办的共学活动。现场有侪台语家庭的大人囡仔参与，用台语交流，真侪人拢感觉真深刻。就想讲自细汉就有迄个台语的环境安尼，嘛找一寡囡仔姊、囡仔兄会当做囡仔伴。阮细汉就是拢讲台语啊，甲阿公阿妈嘛讲台语嘛，系啊，就顺序。毋过囡仔一离开厝的吼，去外口啊，就拢接受拢华语的世界啊。一寡家长有心要经营一个台语家庭，但是定拄着困难。亲像唔知侪华语词的台语通安怎讲，也是安怎面对亲戚朋友对台语家庭的质疑。母语团体希望透过共学团，唔但互台语家庭的囡仔有交台语朋友的机会，家长之间也通互相交流。伊若是想要对囡仔讲台语，毋过囡仔可能较细汉，还是较大汉，还是已经伤大汉啊。伊烦恼讲囡仔会无愿意接受的时阵，会使安怎来做？这个共学团为2020年成立。为一开始只有蓝山几个台语家庭，到今经过5年，已经有20至30组家庭接来参加台语共学团的聚会。发起人之一阿勇希望透过这个共学团，通互台语家庭的家长有机会分享经营台语家庭的经验，互台语家庭的团体更较活泼发展。记者龚林玉凯新北报道。晚近过年，真侪人拢会去买好吉条的柑仔，准备要来送礼。伫咧新店，就有一个农民研发出新品种的柑仔柳丁，甲普通的柑仔比起来，外皮是有较金，因为食起来是有柑仔甲柳丁的味，真特别。大家来试食水果，不过这水果到底是柑仔也是柳丁？看盘内底已经切好一片一片的水果，就是农民研发出新的品种柑仔柳丁，又可以食了融化甜。它有橘子的甜味，然后又很多汁，然后又不像柳丁这么的涩口，吃起来真的，我们以前没有尝试过这么好吃的味道。就是很甜，然后很多汁，然后有橘子的味道，很像吃起来很像美丽谷。新冠新宝果农陈文和经过4年外研究实验，最近研发出这种外皮亲像柑仔，内底果子肉又搁像柳丁的特有品种，食起来有柑仔的香气，搁有柳丁的甜味，农民就甲合作柑仔柳丁。我刚开始是种那个柑橘，普通柑橘，然后发觉到柑橘一直会被淘汰，我要种一些新产品，蜜柚啦、帝王柑啦、红肉柳丁啦，改良新品种就是嫁接从柚子从那个橘子的嫁接那个柳丁，然后两三次嫁接变成了这个橘子柳丁。农民讲，即马是产季，来食柑仔柳丁当着时，欢迎游客趁过年来食，现场 DIY 版柑仔柳丁，除了会当有全新无共款的体验，会当补充满满的维他命。记者杜君和新店报道。来关心美国针对着电影音平台 TikTok 唔甲中国切离就爱落架袂使用的禁令，美国最高法院伫17是以国安做理由裁定这个禁令维持，也毋过敢要实施是由准总统 Trump 上任了后才来决定。美国最高法院17裁定维持国会用国安做理由对电影音平台 TikTok 做出无被落架禁令。未限期就伫1月19，也就是现任总统拜登下任进前，拜登表示会将 TikTok 免分交由总统当选人川普来决定。川普是推文指出，最高法院裁定应该受到尊重，伊无偌久了会对 TikTok 做出决定，毋过爱有时间去审查这种局面，敬请期待。TikTok 伫美国有1.7亿用户，而世界差不多半数拢咧使用，也是真侪自媒体甲小企业主要营销平台。在禁令之下，大家是哀叫。Very upset, sad, angry. I have other platforms that I monetize, but nothing monetizes quite like TikTok. It's essentially getting fired from your career. This ban is going to affect not only like small businesses, but big corporations as well, politicians as well, because TikTok is like it's a big network with everybody. It's like a community, right? 那禁令上路，美国新的用户会无法度下载 TikTok 的应用程式，
该用户也是用使用，啊，毋过无法度形成定式，互应用定式无法度使用，导致失去功能。真侪 TikTok 人民报复式跳起另外一个中国社群平台小红书，小红书紧急就英文内容审核人员协助西方用户来适应。因为川普即摆大选 ，TikTok 的协助收获大量少年的选票，也一改第一任期的强硬态度，无搁坚持落价禁用。华盛顿邮报报道，川普上任了后，可能推出行政命令，互禁令暂缓2到3个月才执行。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天气报道在，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气象。北部地区14度至19度，中部地区14度至22度，南部地区14度至25度，东部地区15度至22度。还有外岛地区10度至18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田雅俊，咱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再会。